來看第48屆國際機能競賽9月22到27要佇中國上海舉行。有風聲講呢，這勞動部長洪申翰拍算親身去到現場，甲台灣選手加油。不過，這中國國台辦強調講會按照一中原則來處理。勞動部也講，也閣佇咧評估，也會甲這代表團的參賽權益擴大性。要把技能培訓、分區競賽，包括全國賽、國手選拔到升學、就業、進入產業，每一段路，我們都希望能夠接得更完整。7月底舉辦的全國機能競賽，勞動部長洪申翰有親身參加。9月份就要佇上海舉辦的國際機能競賽，是每2年辦一屆國際比賽，嘛方合作是職業機能界奧林匹克。有70個國家甲地區，差不多1400個選手來參加。這屆台灣嘛會派53個選手參加比賽。有風聲講，勞動部想要派部長親身去參加，甲咱台灣的選手加油。這若有成，會正做總統賴清德上任以來頭一個政務官去中國交流的案例。我們勞動部現在還在做各個層面的整體評估，他當然會以這個代表團參賽權的利益做優先考慮。不過我們重點是我們會整體評估這樣子，這都還在評估中啊，沒有確定。不過，國台辦表示，針對洪申翰等台灣有關的人員參加比賽活動，會照一個中國的原則來處理。我們期待兩岸選手的精彩表現，預祝他們取得好成績。那麼，對於台灣地區有關人員參加賽事有關活動事宜，我們將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和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處理。英國國際機能競賽，前2任的勞動部長親像柯明春，2019年去露西亞的曲山參加。何培山在2年前嘛去法國里昂，帶領咱台灣的選手去參加比賽。所以洪申翰敢會照英國的帶團做伙去，眾人攏緊看。也若針對這點，勞動部強調講，要咧做整體評估，會以代表團參加比賽權益為優先的考慮。也若陸委會這邊講，勞動部已經有回答，因目前暫時無回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